有人問阿晶執咗呢個倉之後打算做乜嘢？我都唔知㗎，馬死落地行啊，乜嘢都要做啦，係嘛？畢竟我一個人做嘢，屋企10個人食飯啊，手停就口停。有朋友仔建議我咧去送下外賣、送下快遞，亦都有朋友仔咧建議我去做保安。我啲咁嘅身板骨瘦如柴咁樣送上門，人哋都唔收啦。大家其實都唔需要為我擔心咁多嘅，我已經揾到出路啦。我識到有個香港大老闆喺全國開咗500幾家分店嘅，佢聘請我去做一個銷售嘅高級顧問，簡稱 sales。嗱，最後一場啦，貨就冇乜幾多啦，剩翻呢度，有需要嘅入嚟執幾件。聽日咧我就要正式去做牛馬啦，同人哋打工上班入櫃啦。枕頭冰絲涼席、冰絲被啊，呢啲咁樣。聽日嚟我直播間，香港希美寢飾大品牌，需要就點預約啊！多謝。